有无数，但这不是看物件，这叫非常多。好，咱今天讲物件，咱今天无其实，我是这哪，后不老，可能讲，那么相信无？所以就是，咱即个用伫咱引导，咱咧读佛经的即个力量，咱要摄入到咱的心，咱家己上好呢。咱伫修到30年、50年了后，咱即个心会逐渐有几拍嘅，有几拍嘅，速度好诶，确实是话，回光照外天，风吹不动，温度是有嘅，风吹不动呢，身体回去，来呢，易衰老。应该有关无？啊，以前阿贵啊装落来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肯定，咱即个心虽然是不文艺、不道学，但是咱伫修法在内底当中，敢是要进入到实相，因为咱今日讲的这个实相。咱今日讲实相的物件，这毋是理论的物件，这是咱本身家己迄个心真正无有去百花丛中过，骗人不沾身啊！这一件意见来，咱个想看看，咱个想看看，咱进奥是意见，也想看看，其实不及格。咱及格无？我跟你讲不及格，我不及格。真正咱我嘛不及格，给点两块吼，面容是，你舒服，想起来这样，面上，我拄着是这个问题。咱我家己嘛是相对的是这个问题，所以你想到真正是你家己个人，毋是讲我别人听，哦，你家己个人毋是讲我别人听，虽是讲伊咧讲别人听是叫真天啊，好救星，但是咱今日，咱有自觉无？咱有自觉无？咱家己无？哦，这是足重要，所以我一定讲我的用这个话，了后，咱一定会想。我这太在其中，可能力量的劣根性，力量来劣根性。好，那我们我到厉害，那会变成我的起到厉害。好，当初别的，你讲得错诶，讲得错诶，伊遐咪帮助得到，好，爽，对不对？讲完了，讲完了，就你讲，你唔好用心，听来怎？我你是叫我讲，无你讲我听我买个，你叫我讲，当你今日讲，你就是要甲对面讲听，你就是要甲你就要报好啊，可能这个是毛其中。所以今日你想到就是安怎？咱就是一直对家己心情扎根，这那是你家己得到的物件。学道理是创啊，而且无聊呢。咱毋是8年的代志呢，你学厝边呢，大概20万当中修30年、50年，大概在世发生有时拢总袂一堆尔呢。但是在世发生一堆，有时一堆，唯有咱这个修的进步。咱这个修的进步叫安怎？你想福有尔啦，你无受功德啦。咱毋是讲咱哪受功德，咱哪受过多少我讲过。我们按乐在，咱按乐一年生活的物件，一年生活的物件，甲你学了你就强，甲你嫌你就可以气死，咱是一年生活。好，拄着紧你就倒，安尼毋是一年生活吗？好，安尼有进步吗？安尼咱就学着大方吗？咱就学着无上正念正向吗？所以第一是我之前讲，咱把文艺这文艺当作是，我讲的实相，把文艺当作实相，伊毋通。实相就是对，你本来就实相，你要对的是实相。你是用梦想直接来看掉，你本来就实相。你若无梦想生一大堆啦，想足济啦，想足济啦。那我欢喜一个啦，我无欢喜一个啦，你就执着。所以叫执，所以你梦想执着是不能执着，不能讲。所以今日到现在当中，就是咧讲讲啦，因为。到了正道道时阵，这个我刚刚讲是足严格物件，这讲是足严格物件，这毋是讲像较早咱是讲高山草坡，咱说嗨，这个毋是讲这物件，这个是讲社会物件。
有足严格物件，足严格就是对咱家己心的一目测，你家己能看，这别人无同你家己能。咱受到伤遮久啊，到底咱进步偌济？咱成就偌济？咱家己真正意见无？所以，咱拢想说嘛，想办法袂落水。只是30年、40、50年，咱就进步。所以我读声讲那个大法师教是道，老和尚也是道。我想讲清楚。现在我咱讲这个，就是因为修得愈到位，修得愈中位，愈看到后包括咱好过。因为我们奋斗以前行，一年那么都理对，到在这里。都理最可惜，那个地址，所以那个地址里面增加更有效，也想开这个方面。所以呢，以前来讲，这四个报就是咱话，讲话这当中再把它秀出一下，信东西一样，如来所讲的道法，就是因为开始我们但应如所告，这时间给人发起了信心。因为我看第四个命如后边的公司，但应如所告诉，当时第四分哦，爱给我第四分对了。所以，因为咱今日但应如所告诉，即为了条文，应如正如，正如的这个实相，正如这个实相，所以如就是咱话照头发来讲，但应如。我早头在讲，这个儒，伊本身就是有一个高教，那是思想。这个儒伊后面，这个叫什么？但应儒，所以来讲，因方面20第4分的内底当中，伊来讲，用这个儒。你以这个主来告诉、来教导、来安住，有参照，我得了天空经的理论来这当中，应如是主，应如是含有意识，有什么话无？应如是含有意识，意如来含有意识，意如来含，但是咱今日是按照天空经的4大分、4大科的一颗性。这是重要，因为你这个信，你若不相信这个，这里面的实相，那么这因为是上造出来，伊叫做关于这个地理，咱讲的叫做地理一体，咱我造好我讲讲，我讲讲叫做理事一体地理一体，一体，关教这个体。这是这个理，是个理一种，但应如所告诉，如果一定你要发心，你对这个主一定爱有真正有深入的了解，你有深入的信心，你若无真正对这个功夫，你完全你修完在内底当中，你会变样。所以第一问题就是来讲。你已经发起对这个信心，这个理如做主体，但是咱第导演一定爱深入。深入什物件？深入就是觉悟。咱话早咱讲，就是深解深解义，因为你一定爱都产生了乌水船现象，当你今日乌了水船时阵。你就能讲，因为不是无船，是因为你乌了个咱想讲一句话，看冰天看嘛，不是你看唔捌，是你无信心在老来。只但伊无遐无关太阳天，你茫伊无水船，是你本来乌，是你乌了。所以你今日是安怎咱学英语？因为你无信，做简单的，你无信。因为你若对一件物件，对你一生足有兴趣的物件，你若讲你个人我无相信。
啊，咱啊，你应该无清楚，你应该弄嘛。但是我的大概就是讲含水建会，啊怎样？我去买一个凹洞，骗人，啊就凹洞，骗人就是凹洞就是，我就去评论。哦，我去评论看过，但是因为我含水建会去人去，那边找不到对了。但是他这么清楚，我他们刚刚好像一种人很有兴趣，所以我老师我找不见，一对个题，清楚可以让我们别急了。然后太好，这切光了，我切那个招牌都低了对了，都切变掉了哈。啊，那样，那三个人都不一样哦，我这个是。虽然我迄阵时阵，以前出去玩头，去玩出来好多老师，从去教我一对一教，所以我一个老师，一个老师，我因为恁去对他来练找，那找出来以后，咱会去拍，按人照片照片出，所以这个时阵，伊是一心投入，一心投入，你投入到草当中呢，他们对咧，他们咧找。对人，你看快点，你为那个音符的意为了后要走回来，啊为靠后走回来，音符该滚不该滚，不该滚啥都该滚，是不是安尼？为去地方安尼，你不看安尼做，但是迄个时阵咱有兴趣，所以我做来查，你跟他我能做，我24岁做。迄就是摕一个凹头叉，落来徛的，就去搬动，厝迄个呐，迄个姓胡啊，姓胡啊，我袂记厝啊。所以我即摆比喻就是，你有兴趣，你绝对会；你有兴趣，你绝对会一门深入；你有兴趣，你绝对能够走进去。不理有兴趣，兴趣，我这个方式做很难。人晓得。咱即马发人不下，哦，电影来讲，伊要赚2000块，伊是讲要赚2000块，伊要赚10块。那个8000块伊要赚2000，伊讲艰苦我紧，艰苦我24小时伊2000块，你甲讲12小时一日的1000块伊要赚，伊敢爱赚你？敢是爱赚？伊爱钱，伊爱钱啊，对不对？较艰苦就行。哦，这是咱人的一种理念，但是咱今日去看的物件，就是若讲金钱为宝，道德更加好。咱人拢把迄凡所有上的物件当作是一个珍宝，咱对咱的生命真实上，咱就会去咱个咱个太好。当咱就是去说服已经真的来源当中，我是讲不了解，咱是安怎？迄阵是懵懂。哦，我做人去学一个，今天练一个，今天拜一个，有新的心路按得住，是不是安尼？唔过时间已经过，所以要过去，你的机会就没有。所以今日一定爱学法，一定爱用心，学法，咱爱上，学法是紧，咱爱上的同乡对学法有影响。今天我刚讲，我们很多年轻人。我们很多干部，真正伊家己无要真正，无要真正，不道理因讲今日第15来讲，如来设计是人，设计是人，因为迄第15分叫做持经空间分，持经空间分啦，持即无经的空间啊。如来设计是人，设计是人，天地成就不可能、不可轻、无一变、不可思议空间，如是人变正人。连阿当如来安尼学什么三法？这个要靠出去，然后阿当如来来讲，咱每一个遐个基本，那阿当就比个来讲，因为你想你才爱谈，想你才会说，我爱听道理，告诉你分啦，比你听道理较好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，那么阿当就比个来讲，咱家己讲话，咱家己是咱家己的，用人小食。这种无见理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这个处理不能开始，是应该是来讲出来。
这群人叫做消化消化。你若讲一寡经过啦，讲一寡故事啦，讲一寡这个讲就是我这小学人，伊做嘛？伊甲你讲啊，即有此经不能听声读诵为解释。即位此经就是《金刚经》，不能听声读诵，有影无？这是个道理，《金刚经》讲毋是我讲，所以伊要来嘛，无可能。即位此经不能听声听说，为人解说，你要怎样解说？所以不能你来知。咱真正大家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信心，嘛有这种的志向，哇！你这成就，因唔是就是领导的代志，因唔合是领导的代志，这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个人因缘的无相，绝对无相。个人伊个个人因缘的，我这个世界无相，为经济无相。因生孝者，若无大武，失家之道。言邪见中当烦恼，因成做光景，我是要讲你，伊真系相对。言邪见中当，言也因缘不同，邪无正量，见因我见当，我万劫，将来当，将来劫当，也中当，烦恼因修，小根之人，若无大武。若无大有失家之道，伊这个意思就是，比如讲，小根之人，你若要来听着了大法，伊失家之道，就参了阿罗汉，叫你这是大未开始，生不出大不离过来，这是因为伊花花经来对当中不得阿世这点这点阿罗汉，所以相对的就是讲，咱一定会当接受到明显的代表。这是咱每一个人，伊过去世所做的。伊然后讲，欲闻顿教，欲闻顿教，伊这个人无法度去欲闻，无法度闻顿教道理，所以伊就来比如讲，小根的人，那就大悟，就参就讲，小根智慧人，你若去听大乘经典，伊无法度。就参就讲。一个驶轿车人要去驶一个班车，安尼有啥使？恁这坐车人去甲驶班，我用咩？我驶班车这条，啊无你这去甲驶班车，我来驶一句话，我无，对，就惊。伊驶班车人，咱来驶轿车有问题无？对无？这道理了无？所以建议，每一个日子嘛，咱坐一点听金光经的台湾。就是咱建设咱正所住经济之面，所以咱建设讲，伊讲若非大吉大利之人，难入六华无道境；若非大吉大利之人，若无有大吉大利人要离别业的一分一地时阵，要入迄个六华无道境无可能。所以，我有感受。踏实些，咱来对咱家己，踏实些，咱来对咱家己啊，踏实些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。你个人的物件不是别人物件，这你应该了解。所以情感基础，一定要情感第三问题就是讲提升起修的意思。你已经升级，你要了解，你没有起修没有用。起修就是叫你面对你今日上台北，你关注做清楚台北，你两个之前你还在练，你还未开始开车，你是了解台北方向，你是了解对对名，但是你还在练，你还没起修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练到台北这段当中起修的过程之中，因为多点些问题啊。没有前后无相，你一路会面对咱阿毋知影。咱人生过程内底当中，咱家己起手内底当有拄着代志无？我无骗你，真正代志，因为咱练技术，在家是这代志一代志足多，若要真正家己
你要对家己，你要注意者，修道绝对不是好事，修道绝对不是对家己，哦，对家己好事，一定要。